三藩市市長羅偉 Daniel Lurie 宣布啟動一項名為 Breaking the Cycle Fund 打破循環基金嘅公司合營計劃，旨在解決無家可歸同埋行為健康問題。呢個基金已經籌集到3750萬元，其中包括羅偉近10年前創立嘅 Tipping Point Community 基金會捐贈嘅1100萬元。羅偉表示，呢一筆資金將用於增加穩定床位、心理健康同藥物治療床位，以及用於過渡性住房嘅小型住宅。佢強調，呢一項工作旨在建立更有效嘅系統同埋服務，從而打破無家可歸、成癮同埋政府失敗嘅循環。佢呼籲採取跨部門合作嘅方式，充分利用城市嘅資源同埋創新能力。根據2024年嘅無家可歸人口普查，三藩市有大約8300名無家可歸者，其中約一半冇遮蔽住所。調查顯示，7%嘅無家可歸者因心理健康問題而流落街頭，18%則因藥物或酒精成癮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